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6白西下注嘅客家新新闻。这个电影来关系一个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发展。伫前一波嘅一个防控业有一多年发生特别多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哦，像伫前几年一个发放有2个技师系确诊的，然后呢伫筹备嘅时节又有空腹炎重用嘅空腹炎确诊的，针对亚个防控业的部分，运用嘅来加强防疫。亚指挥中心嘅记者会天天在开始嘅，来看一下现场情形。蒋庄副组长，那现在先请指挥官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工作的进度。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公布有新增的17例的确诊案子那15例是境外移入，那2例是本土的案例。那总共这17例，最主要在机场被拦截的有7例。那居家检疫的有6例，居家隔离的有3例，那1位是自行就医。那整个的一个情况有2例的本土案例，不过这2例的本土案例246、247都是境外移入个案的接触者，其中按246为60多岁的男性，为按209从美国境外移入的。同住的家人，那因为是接触者所以他有症状，经采检之后确诊。那247为40多岁的女性，为按228荷兰移入的同住的家人，于3月23号发病，经就医采检通报后确诊。那这2位都是本土，那都是境外移入的接触者，境外移入确诊案件的接触者。那另外新增15例境外移入的案例为7女8男，年龄介于20多岁到60多岁，入境日介于3月16到3月23，发病日介于3月11日到2月23，发病前活动地点包括美国、英国等等，大概英国的案例这一次比较多，这边有6例，有6例。那进入以外的个案中，按248于3月12日。到20日跟团赴西班牙旅游，那该旅游团有2人，于前几天3月23日确诊，就是170、189，那按248没有症状，按248没有症状，经卫生单位进行接触者采检后确诊，那该旅游团截至共有3人，有3人的确诊。那整体这个今天的案例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近来我们居家检疫的案例越多现在大概4万在案的大概有4万5千，那大概下2个礼拜8天左右也会持续的大概用2、3千人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增加，那过了8天之后大概会渐趋平衡，然后会到平稳的情况，可能抓着大概4万5左右到达一个平衡。那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居家的检疫，那还有一个在接触者这样相关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要鼓励地方政府多来设我们的像一个检疫的旅馆让大家可以有这样更好的一个分隔，所以也跟交通部在研讨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我们下午在指挥中心的会议。也会把相关的方案提出来，那基本上是站在这样子一个奖励或鼓励我们各个这样的旅社来设这样的一个检疫旅馆，那我们会就他所需要的可能在管理上消毒上等等的一些必要那进行一些补助，那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旅社来参与。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口罩到今天今天我们总共到1点总共累计的量有到128.3万人次，那增加速度昨天比较多那今天就慢慢比较少，不过大家还是鼓励大家尽量来登记了这5告杯大家尽量登记我们希望涵盖率能够增加的越快越好。然后最后呢，我们前2天有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要对现在的一个冠状病毒的情况做一些基本的分析，来跟大家报告，所以也请我们的我们召集人
来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确定病例的一个初步的分析。好，那我们请张召集人。好，指挥官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奉指挥官命令，那把我们到昨天为止的200多例的一个我们确诊的个案，那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统计分析，跟大家来做报告。请看下一张。我们从1月初开始就设定了这个需要做通报，那第5类传染病的通报，以及后来扩大的居家检疫都要做筛检，以及到后来的社区的监测。那所以我们从过往可以看到，我们在绿色的是扩大社区筛检的时候，定义出来的就大量的一个筛检的个案。到现在为止，我们通通的筛检已经将近有3万例的个案，那总共的确诊是230几例。下一张。好，那这在235例当中，男女的分布大概是女生略多于男生分别男性是102位，女性是133位。他们年龄分布从4岁到88岁，那中位数是32岁。那年龄大于60岁，一般认为是属于比较高危险群的这一群，里面有29位，占了12%。那这里面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然后昨天就已经知道，我们的本土个案是38例，只占了16%，那境外移入个案是197例，占了84%。境外移入当然开始的时候是由亚洲的，然后之后欧洲的为主，那到后来美国也越来越多。如果用单一国家来看的话，其实目前为止是以美国境外移入是最多的，那占了21%。那英国也是相当的多，那占了16%。那其次再来就法国、土耳其、西班牙。好，下一张。好，如果以发病日来看的话，这235例，我们最早的一例大概是1月11号的时候就发病，然后就是我们的案1，那其实他在1月21号入境的时候就被我们的登机检疫筛检出来，然后所以我们通报最早的案例第一例是1月21，可是如果用发病的时间来看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前面的几例境外移入的个案，从1月11号之后再来就是1月20几号附近，那他们进来以后就有一些家庭群聚的造成的本土的案例，那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案例，到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个比较好像不太来源不太清楚的这些本土的个案那一直到最近大家看到都是这些灰色的，就是境外移入的个案那发病日分别大概就是介于在3月初一直到最近为止下一张。好，以这235例的年龄分布来看那我们小于10岁的有2位那再来就是10到29岁也有几位，那20到29是最多的这占了84位，那再来就30到39，那年纪大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状况这里当然先前也有媒体朋友问到，我们的这样的年龄分布好像跟国外说老年人是比较容易感染的不太一样我上次有跟大家说明过了，其实是因为这一群年龄层的人是比较多自助旅游或者在国外游学、留学等等的所以他们是在有暴露的机会上是比较多的所以造成这样的病人是比较多的。那这跟如果其他的国家大量的社区传播的时候，到底哪一个年龄层比较容易得到感染，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因为我们这一群的年龄层的人，因为在欧美的暴露的机会相对加大了所以变成这样的一个分布状况。下一张。那天指挥官也有说，还也应该看每一个年龄层的母群体到底有多大所以如果用每一个年龄层的每100万人口来看，到底有多少得到会发生感染，其实看起来跟那个分布还是差不多下一张。好，那这235例里面，到目前为止，这个无
并发症的轻症的占了73%左右，那就是73.6%，有173例。那有轻度肺炎的有48例，那严重肺炎或者是到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有14位，那这占了6%。那前面的这个无并发症轻症里面有11例是没有症状的哈，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认定他是无症状的一个感染者或带病毒者哈。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是28例是已经解隔离也出院哈，那还在住院中的还有205位哈，那死亡是2位哈。那这个还在住院当中的其实有2位也是已经有1位是已经确定解除隔离哈，那还有另外有2位是等待着一个最后的确认，也准备是可以解除隔离。他们为什么还那么多在住院当中哈？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从病人发病到第一套检体检验出变成阴性的时候，需要花非常长的时间，中位数是19.5天哈。所以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变成检体，它的呼吸道检体才变成阴转哦。那如果要到第3套阴转，那初期我们有几位是2套阴转，到后来我们就改成3套阴转。如果要3套都阴转的话，从发病到3套阴转，中位数是需要24天的哈。这里面有些甚至到40几天、50几天都哈，所以是非常的长。那在这么长的阴转当中，其实大部分的病人情况都是非常的良好，那有些完全没有症状，那可惜就是病毒还是会存在他的呼吸道里面，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个病毒完全清除干净。这是大家会想到为什么我们出院的比例这么低哈，那就是为了等这个病毒的阴转所需要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在我们这些重症里面，目前还是有7位在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治疗当中，所以最近也是有看到比较多例的个案是住院以后情况有恶化，然后进到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先前也跟大家报告，我们最早前面有1例大家都认为很严重的这个病例，住进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那其实甚至用到叶克膜，不过他后来顺利脱离了叶克膜，或者顺利的脱离了呼吸器，那也已经病毒都阴转，也已经离开加护病房哈，那现在还在住院等的这个身体的更加复原当中。好，应该没有下一张。好，还有大家很关切的治疗的部分嘛哈。我们先前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这瑞德西佛这个药物，那现在我们是正式进到临床试验当中。那台湾在北中南各有1家医院哈，因为跟这个公司协商的关系，那这个公司现在也要面临着全球哈那么多国家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也更多的国家希望加入临床试验哈，所以我们在台湾他们只能接受我们有3家医院来加入临床试验，分别在北中南。那目前我们已经有3个个案进到使用到这个瑞德西佛这个药物的临床试验。此外，大家也知道最近盛传的这个奎宁或者是就是 chloroquine 或者 hydroxychloroquine 那这个药物也被报道说似乎可以有相当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个在上礼拜6跟昨天的专家咨询小组都有在针对这个对国内的建议使用那做了很详尽的一个讨论，那收集了所有相关的一个资料到目前为止来说，应该说只有非常初步的一些资料显示可能有效还不是很强烈的一个证据。不过因为我们病人是没有其他的药物可以选择，所以在基于这些不太完整的证据显示的状况下，我们对于这一个药物，因为是风湿免疫科本来就在用的药物都相对算是安全的一个药物，只要你在适当的剂量使用下，
那所以我们参考了相关的一些初步的一些报告，我们在我们的台湾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临床处置暂行的指引的第5版我们已经修正到第5版里面，有给临床医师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临床医师参考病人的一个状况，那认为需要用的话那特别要跟病人充分的告知因为这并不是确定是一定可以有效的一个药物。那病人可以同意的话，那就可以给他尝试使用这样的一个剂量，也都建议出来了那也包括原则上就是治疗7天那包括小孩子的剂量也都有一些建议那这些也都跟我们的所谓药物动力学专家一起讨论出来的，给一个安全的一个使用的剂量的建议。那怀孕妇女大概就不太能用那此外，这个当然长期使用有可能会有视网膜病变的问题，那短期的使用也可能会有一些对一个心脏心率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些都也是需要在使用上特别注意，尤其是避免使用太高的剂量也许有人会想，越高的剂量效果会不会越好那不过越高的剂量也可能副作用就越可能会出现所以这是目前对于大家也很关切的这个病人的治疗的部分，也顺便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好，非常谢谢张召集人的说明那我们的报告都到这里那有问题就请提出来。凤凰卫视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有关于今天海基会公布的2个华航的指定航班要去湖北接在那边的台湾民众，想问一下这个方式是有跟对岸官方或者什么单位有沟通协商过吗？那是双方都取得一个共识之后的一个方式吗？谢谢。这个方式基本上是那个我们跟这个海基会海协会有商量过。那我们还是根据要这样的一个定时定点定时的一个航班那里面就是专属本来是有注记的那就从那个时间那不跟其他的旅客混合那回来还是我们采用集中检疫那这个时间大概是礼拜天跟礼拜一晚上的7点嘛那是用华航的2个原来的一个班机定期的班机来专门在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来使用。那好像现在，目前跟海基会报名的人数已经有超过440位。长官好，东森新闻想请教2题。第一个是想要问说，指挥官前几天有讲说，如果民众回台从国外回来的有症状有回报的话是不会罚。不过现在像前几天公布的，包含案181跟案192这2例在网络上有被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他们网友认为说这2例在国外就已经有发病的状况，可是还回来，所以网络上有一些争议的意见。那想要请教的是，像181的话，他是在机场就检疫出来，是代表说他当时就有发烧症状吗？另外192的话，他虽然说发病时间也蛮长的，不过从那个前几天公布的表格看起来他是自行就医，两者有什么不一样？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是，检疫所前天有公布那个满意度的部分是大概96%或94%左右，但是现在国外 BBC 媒体的报道说，英国有一对情侣，那在台湾检疫，可是有反映说像监狱一样，那没有热水，食物的部分好像也很差。所以我们集中检疫比较好了那181、192等等，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案子，我们是回溯之后我记得好久以前大家在这问题在问的时候，就是那每一个人的那种症状的自觉的感觉不一样。那有一些他是回来以后再询问，他觉得那个时候有咳嗽，那时候有什么情况？可当初在咳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想到说我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新冠的或就是武汉的肺炎的情况。那所以呢，除非在当地他们有相关的一个检验，要不然我们机场是不会就拒绝他们上来。不过未来我们可能有措施，在登机的时候，如果体温超过一定的情况，我们可能也要过滤一下。那在192的时候，192是怎么样？192是可能那时候再回来，不过他是因为列在我们这样居家检疫，所以在后来有症状，然后再去看病。那至于就刚才 BBC 有这样的报道，我们也查证了一下。
那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人在。那待遇我们感觉说没有亏待人了哈。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那可以我们请英国这边的代表处可以去询问，那我们可以给予适当的协助。我要强调，我们没有亏待人了。指挥中心好，自由亚洲电台提问，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因为现在看到很多国家的这个确诊量突然暴增蛮多，就开始有一些这个呼吸器严重不足的情况，包括可能需求几万台，却是只有几千台，差距到了上百倍。那有些就是征用汽车工厂改制，或者是调用宠物的呼吸器改装病人使用。那我就想针对呼吸器的部分，请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新冠肺炎的患者需要用的是哪一种呼吸器？那第二个就是说，目前全台湾有多少台是可以用于疫情的呼吸器？那已经使用了多少台？还有多少台尚未使用？第三个就是说，预估台湾最高峰会有多少确诊者？那还需要多少台？还缺少多少台？第四个就是说，目前的国家队除了有这个口罩、防护衣，是否有针对这个呼吸器超前部署成立呼吸器的国家队？谢谢。目前医事司他们有在做调查啊，那目前还有1000多台的这个呼吸器可以使用啊。那估计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并不是每位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的这个病人啊，都有呼吸衰竭啊。在我们这边事实上刚那个张副校长报告的那个可能只有可能要1万名的个案，那我们如果估如果10%的话，那就说如果1万名的部分，1000人还可以用1000人嘛，所以至少我们还可以大概容纳1万人的如果病人的话，那还可以用这个呼吸器以上。大概我们现在以前有的病例里面刚才张教授报告里面，我们用过呼吸需要用的7人那现在235例用过是7人，那台湾的呼吸器是够的了在我们还有其他的的来源可以再清所以基本上现在可用的就可以叫确诊的案例，我想一定都够了不会都用完了。不好意思，工商时报2题提问，第一个是有关武汉包机的部分。那因为武汉本身是4月8号才会解封，所以对于4月8号解封之后的这一批的话，会有另外其他的包机安排吗？然后也是华航的航班吗？那如果是武汉或湖北当地的，就是滞留当地的台湾人，他没有搭我们的包机，他自己搭其他航班回来，那一入境的话，我们的应变措施是什么？我们会追究他的责任。那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就是华航他们公告，他们就是内部公告说，就是他的员工居家检疫期间可以因公外出等等。那因为跟我们指挥中心的规定不符，那我们指挥中心会不会跟民航局一起通盘检视所有航空公司内部这方面的检疫的相关规定？那我们大概多久内会完成？谢谢。早上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其实也跟民航局还有华航做联系那也再次跟华航还有长荣再重申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规定。那华航有承诺他们会立即做修正，那也会落实。那这一块我们已经再次的跟请民航局一定要落实督导。华航跟长荣其实在这2天的会议里面有到这个疫情指挥中心来参加的会议里面，我们也都不断的重申请他们一定要落实这个监督的部分那武汉的部分，其实我们有注记他的旅行史的部分嘛所以其实不会有他自己个别搭机，因为航空公司不会接受他的订票。那这个目前就武汉可能预计在4月8号，是不是真的是4月8号我们不确定了不过对外是说4月8号会这个解封。那当然后端的部分我们会来评估看整个这个班机的状况。那因为我们采用的班机是华航原来就已经是定期的航班，非上海的定期航班。那到时候会再看这个人数的状况，因为也会参酌这2班班机定位的状况来一并来做检讨跟处理
长官好，自由时报。那请问一下哈，刚刚张教授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北中南3个病患，3家医院3个病患正在使用瑞德西韦。那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然后这个病患的年纪跟病况。针对国内武汉肺炎疫情的进行发展，家下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的，近比国内总共新增加17例的确诊案例，其中呢有15例是对境外西路来的，然后呢有2个是本土感染个案。因为大家呢每次关心讲，也2个本土感染个案是对内测未到的，指挥中心呢有特别说明讲，也2个本土感染个案都是同境外西路来的个案有接触，算是有较密切接触人，故所呢係咩同境外西路來嘅個案有關咯。韓國有指揮中心呢有特別講到嘅，第28新增加嘅15例嘅境外西路來嘅個案當中，佢對英國轉來嘅民眾就總共有6例，也咪反映出啲歐美嘅片也下國際嘅疫情係非常嘅厲害哟。然後呢就聽講，也一部分有當到嘅民眾對國外轉來台灣，故所呢也嘅居家檢疫嘅需求未見來見到。指揮中心就講，一下總共有45003人為做居家檢疫。其實唔但相對國外轉來民眾為做好居家檢疫，佢同佢有接觸人其實沒有需要。也呢為做居家檢疫嘅民眾，當然係用2000到3300人按用速度來增加。故所呢指揮中心咪特別來鼓勵地方政府多多來設一啲檢疫旅館，好解決一啲居家檢疫民眾需求。也呢政府會用補助的方式來鼓勵地方政府來提供按用的空間，來做好防疫鴉片相關的需求。韓國有其實啲前一步的認證，也嘅數到加來嘅地方疫期間出國故所當규模參加也嘅防疫指揮中心會議嘅台大醫生仲相信，近邊呢就來到嘅有在個參加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同大家針對一條確診個案帶來嘅初步嘅分析報告。嘅分析嘅報告內容地度呢，主要係針對嘅一條病人嘅基本資料，從係西來卡多啊，韓國有從西門卡多一條資料，韓國有從病人嘅細絲也部分呢，主要係針對台灣鴉片採貼疫情來同大家來做分析。第一份報告當中呢，就嚟看到其實台灣疫情呢，主要係西門人比西來嘅還要多，西門人分別嘅比例係57%，西來嘅係43%，韓國有病人細絲係24到29歲前度，呢部分呢其實係同全世界其他國家疫情，主要呢都係老人家按用嘅情形係無埋共用嘅。嘅指揮中心就有特別說明咯，講其實先主要原因就講台灣呢有當到後生人同好去國外參加接觸旅遊安尼方式去到國外留了，韓國有從後生嘅去到國外留學啊，遊學也都單都係後生人，都係學生嘅，認證台灣也確診患者。大部分都係對境外測未到嘅台灣本土冇發生大規模嘅社區感染事件，故所呢將會反映出後生人比老人家還要多嘅情形。那我哋針對一下大家親關心嘅，就係講一個武漢肺炎到底應用嘅來治療咯。也呢國際上就有講，也嘅有一種藥嘅換到水的洗膚，一種藥嘅可能會對武漢肺炎有相關嘅治療效果。也呢台灣咪同國際有合作來正式進入一個臨床試驗，就係講一下呢啲台灣呢北中南總共呢有3間醫院判3名病人來做相關嘅治療。佢下呢可能咪有當到人為門啊，就講出一啲水的洗膚做得來治療武漢肺炎以外，佢還有其他藥嘅做得有共用嘅效果冇。也呢有醫生就認為講佢也有一種藥嘅換到可能其實對武漢肺炎呢沒有相關嘅一定程度嘅治療效果。唔過呢，指揮中心就講，也其實將有一些嘅相關嘅資料做嚟證明講，一啲藥嘅有相關嘅效果。唔過故所呢而家度一下呢，沒有提供相關嘅參考，俾一啲臨床嘅醫生講，唔做嚟參考來使用。唔過呢，一種可能其實佢係有副作用嘅，故所也用嘅時間，或用嚟注意韓國嘅治療效果，一下呢都係蠻可聽嘅。唔過呢，一下就是大家先加減嚟用，希望呢做對一條病人做嚟睇到治療效果。也呢針對一嘅
地武汉这片的民众，内容是将的做的汽车主机转来台湾的。今日指挥中心就有讲到的，伫下年礼拜一到下年礼拜一嘅半夜，法航会派2台飞机去到武汉这片，会用包机的方式同这片的台湾人接转来。也呢，就发起飞韩国有强调飞相关的大下过后讨论过后呢，也拜呢中向已经有施暴43卡界台湾民众登记希望这里从飞机转到台湾鸦片来的。这以上呢就因也拜同整理嘅有关也拜记者会的相关重点嘅记者会函的继续进行当中，会继续来看现场情形。知道这样的可能的来源很好，但对他现在疫情的控制恐怕是帮助不大了。你好，联合报提问。首先想要请教是，有没有考虑要订定空服员服务上面的防疫指引？因为它似乎不太符合我们之前所公布的大型运输的防疫指引。那例如说，有人建议是不是可以将愿意服勤的空服员分成几组，类似于分流分舱，排出可以符合居家检疫14天的班表。或者是比照我们的专机规格，提供给他们全套防护衣，并且改变服务方式，将可能跟客人接触的量减到最少，提供一些可以直接外带的餐盒或者是单包装的饮品，透过这些指引来减少他们在服务这些境外客人的时候可能被传染的风险。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高雄跟部分县市有社工团体发现，他们被要求要投入居家检疫民众的送餐工作，但是却发生了，比如说还要先垫钱，或者是影响到他们对弱势家庭服务，然后必须要优先去送口罩或者是送餐这样子的情形。那在防疫优先之下产生这样子的现象，想请教指挥中心的看法。那再来就是想请教，就是刚刚所说我们这个即将起飞的这个专机，我们回来以后，他们是要居家检疫还是集中检疫？谢谢。我们请那个哈，那不过回来是是集中检疫，我们对这批已经是确认了哈。来，空服员的部分，其实在整个航空公司前舱后舱之前在说明的时候，就是整个完整的，那连在机上的这个服务的措施都是一并在这个计划里面。那原本他们在整个提出的计划就已经是减餐、减掉它相关的服务的这个次数等等，那包括公餐的部分都一并在这里面了。那是不是还有必要再去做一些精简？我们当然还是可以随时再做一些检视哈。海班已经已经说明了哈，就是前舱的部分3天、5天等等，那也请他们一定要综合考量整个这个长短班，然后再加上要给空服员要有一定的这个喘息的空间等等，这些纳入他一并排班的计划里面哈。好，那至于刚才就是说有关社工团体的反应哈，那其实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所有的团体大家的需要工作的时间都变长了嘛。那每一个工作的那种强度也比较累，就好像各位以前不用天天来这一边，现在要天天来。那社工团也一样，他在整个 group 里面，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在他有空暇排得出班的时间，大家互相来分担一些工作。那当然如果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工作而影响了原来工作或者是超时的工作，那我们都不赞成。但是互相来协助，投入相关的防疫的工作，那尽自己一份可以做得到的力量，那我们认为是可以的。那就有个案可以来跟我们反映，但基本上我还是认为说大家都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整个防疫工作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信传媒提问，部长好，想请教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近期有发表在那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最新研究有发现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在塑胶和不锈钢上停留的时间最久。那台湾目前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或研究吗？是否会调整增强防疫的措施？那第2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印度禁止出口奎宁，那台湾药厂供应会不会受到影响？那除了刚刚张教授提到就是瑞德西韦的状况，那目前台湾在疫苗研发上的进度如何？谢谢。好，这个有关于病毒在我们的环境中存活的时间，就我所知，我们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了哈。
那当然，国外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那我们基本上当然就是对于说，有可能有病人接触待过的环境，那怎么样的清消？那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一个 SOP， 那认定他只要待过的环境，我们都要做适当的清消。所以这个不管他是存活短时间或是长时间，我们都是一样的这样的需要去加以做清消。那有关于这个奎宁，其实我们用的不是奎宁，然后奎宁可能副作用可能更多，它是再加上一个前面有一个这个应该叫 hydroxy， 是中文应该叫什么？清水基哈。好，那这个我刚才说，它是在我们的风湿免疫疾病、风湿免疫科很常用的一个药物，那也是一天就是200到400毫克。那他们长期在使用，其实都是非常安全的药。那这个药我们国内自己有制造，那有些制造厂是国外进口的原料药，我们国内也自己有原料药厂，那所以我们自己目前是不担心这个会匮乏。那有一段时间，或许国外也跟我们订购的这个药也比较多一点哦。那不过现在应该在指挥中心都全部掌控当中。未来当然也要看看这药物怎样，不过我们也跟厂商也都有协调过，有保留一定台湾够用的量在台湾里面。那政府单位跟他讨论说，怎么样不要伤及他的商业利益的前提之下，第一个是要供给。台湾一定要全这当然是一定要的。然后第二个，在不要在伤害他的商业利益之下，那政府也要参与这样的分配，大概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处理这个事情。好，那一天是在补问，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青绿奎宁的这个部分，目前在确诊病例上使用的治疗的成效如何？有多少例有用过？那有药局反映说叫不到货。那另外，目前国内供应量的状况，因为说有超过20国家想要下定，那是不是会开始管制出口？国内自己目前我们这个指引还没正式公告，应该是这几天就是讨论确定公告之前，确实已经有临床医师有自己开始尝试着使用那用的方式也跟这差不多，因为我们这用的方式，国外其他的国家几个主要医院他们公告出来，他们的预定的治疗方式也是都大同小异那当然有些国家的使用剂量可能更高一些那不过我们基于安全起见，先没有用太高的剂量。那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希望我们也很快可以累积我们自己的成果了那只是确实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部分的个别的医师有使用过，所以我们还没办法有确定的一个成果跟大家做说明。然后再说明就是说，刚才问说这个药，我们台湾就生产的最主要有很多家可以做了不过最主要的生产商就一家，那这家生产商也很有社会的责任所以他已经先就是说把台湾的需要量都一定会先保留。然后第二才会出它的一个合约量，那政府是跟他讲，就是说未来在这些政府在要保障他的利益之下，那参与这样的一个分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国际合作能够做得更顺畅。不过第一个要先确保台湾的量够用。那至于说药局现在是这个药还是说其他的药有？这个药现在也不急着抢照平常的用的样就好了。不过在未来在整条的供应链，我们还是会管制的。如果它这个我们自己也会进行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国外的资料的 review，如果再更确定它的效果，那我们会管制它整个的一个流量。长官好，中是想要再追问那个英国情侣的部分，因为他是说没有热水，然后又吃不饱。那如果是有没有这回事？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他 BBC 的报道对台湾也是不公平的。然后再来想要问那个就是侯友宜市长他有提到那个 KTV 要进行管制，那这个部分中央有没有也要控管？那如果要控管的话，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譬如说建议一间包厢里面不要超过多少人，或者是整间 KTV 里面不要超过多少人。那再来想要再问一下那个奎宁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是问药局，他是说氯奎宁的部分的话，原料国内
内充足，但是因为复形剂是从大陆进口，那因为大陆那边生产的量可能比较少了，所以国内的药才会缺货。然后最后一个是想要询问那个有英国有纽约的医师是用那种已经康复者的血液中去萃取抗体，去在就是打到那个就是重症患者体内去让他去治疗。那台湾会不会考虑采用这种方法？以上，谢谢。好，最后一个问题有关于使用这个恢复已经复原的病人的血清血浆来做治疗，这当然在中国大陆当时他们也尝试过了哈。那不过这个因为一个病人抽出来的血清血浆能帮助的病人也是很有限的，然后那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长久或说很理想的一个方式，是在病人量不多或是很紧急的时候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哈。那当然更先进的是说，从复原的病人的身体里面的细胞，我们去把它做体外的一个培养，然后制造出抗体哦。那这是已经有一些研究团队在努力当中。那天侯市长是刚好礼拜天的时候，我也跟他一起去新北市的 KTV 啦哈。那因为进去的时候，他看一个包厢里面的这个进到包厢里面的人数，他觉得太过于这个还是太高了哈。那他也跟业者来做一些沟通，希望未来可以管控一下一个包厢。过去平常可能你是这个for 8个人到10个人的包厢，那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可以把它降低到1半的人数？那他希望这些业者可以做到这样子来做处理啦哈。所以是这个就 KTV 这个包厢人数的部分可以让彼此之间的距离达到一定的效果。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说，最近夜店的部分或者 KTV 等等，昨天是101家，那到今天呢，已经全国有121家停止这个营业了，又增加了2间。不过我要修正一下，昨天讲错说比较是台中市跟台南最多啦，台中市跟台南是最多店家主动歇业的部分。那至于刚才讲说缺药，我们的资料是从FDA 来的，然后我相信是比药局来的资料要正确一点，不会有那种缺药，大家不用担心。好，来这个。部长好 ，ET Today 询问。那第一个想请教是，部长您曾经说过清明将是一大挑战哦。不过我们近期也做了包含边境管制加强，还有清明的活动减少等措施。想请问指挥官目前怎么评估清明这一波？还有目前了解有多少台商要返乡，以及准备的情况？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北部某高中先前有3例确诊，相关的停课措施是到明天为止。目前该校的疫调情况以及整体的评估状况如何？谢谢。那确实在上个月底，我们对于清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担心。但是基本上一些边境的管制的方式也奏效。然后另外也非常感谢内政部跟相关团体的沟通，还有地方政府对于相关怎么样做一个最适当的安排，让我们的国人可以尽量避免到挤到里面去或挤在一起，而心能够安。那目前看起来都有它的一个成效在。那当然担心还是有，但是我们要来确实执行相关的方案。那我相信就像跟上个月情况已经差了非常非常的多。本来那时候内政部担心正市中心夜市中心，这都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但经过协商之后，那我记得夜市中心就派了这种代表，那30个人来做，那整个就当然差非常的多。那至于台商要回来的人数呢？因为我们看最近返台，尤其是中港澳返台的人数也都是逐渐在减少。那大家想，其实现在各县市对这个清明的祭拜等等，包括公开的这个祭拜等那些法会都结束，那甚至有7个县市在清明那几天是那古塔是封塔的，所以你如果就算台商今天回来，那还是要居家检疫14天。
也没办法在清明的时候啦吼。那再加上各县市对清明整个祭祖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仪式都已经做了相关的措施了啦吼。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个反而从国外回来的人数不会有特别的改变啦。倒是国内人流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降低一些这个社交的活动那尤其清明节是3天的连假，那南北的运输的移动等等，这些都还是希望相关的单位大家一起来做努力的部分。确实，从中港澳回来的人这半个月、1个月来都没有那个嘛哈，那现在就应该也不会在前面不会，后面应该也不会特别嘛哈，因为都需要居家检疫哈。都没有情况的哈，没有讲就是情况就是好了，哈，来。你好，大爱电视想要继续问包机的问题，请教一下，目前开放会回来的2家航班，它有多少座位名额可以提供？另外，防疫规格除了回来要检疫集中检疫14天以外，那么在上机之前会不会有防疫医师先进行一些体温的测量？有没有一些条件？第二个问题是想要问那个航空业的部分，指引如果没有依照先前规定的，比如说班表或是一些机上防护不足，如果不符合指引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法则？谢谢。好，那法则是有没有在交通部来讲哈？那至于这次去的话，我们大概预定面是一班哈，每一个班加大概有300多个座位了哈，那777的样子哈，300多个座位。那我们在希望它是在以200人限制在每一班机是差不多是200人。好，那第3个就是说，基本上有护理人员，那当然还是要做相关的防护，那量体温当然是必要的。如果违反那个他们所提报的计划，我们就会依照，比如说他如果个人的部分需要纳入居家检疫，那我们就要回归居家检疫14天。那如果是公司的部分，我们会评估他违反他所提的计划的内容，来采取必要的这个措施。指挥官好，民事提问，想请问张教授，因为直播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说张教授很久没看到，要很多鼓励的话，希望张教授可以继续为台湾防疫尽一份心意。不晓得张教授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网友们说？那第二个是民众党在昨天脸书上 po 文说，希望指挥中心的指挥官要改由苏贞昌院长来做处理。那当然也是被网友一片骂翻了，那不晓得部长怎么看？谢谢很多人对我的鼓励然后那不过我想这次指挥中心的正式的记者会嘛，就不谈个人的事情了。好，那不过我有跟张教授有转达，前2天在记者会的时候记者们都非常的想念你这个是有转达。那至于一样嘛这问题轮到我这边，就个人的问题就不谈了除非他要帮我再谈下去当然是没有对，基本上我想个人的问题那些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职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这样子嘛台湾醒报想提问就是针对清明连假就是台铁目前好像没有禁止，就是说发烧旅客不能搭乘火车，那想说未来就是4月1号在大站陆续部署那个红外线感线仪还有额温计之后，台铁会不会在搭乘火车部分有相关规定的改变？我想这次清明连假各个运输场站都会启动去用红外线体感器或者是额温枪来量测体温，温度超过量测温度额温超过37.5度，我们会劝导他就回家休息了。但是并没有办法严格禁止他，但会要求他全程戴口罩。那后续的处理方式，我们会再跟指挥中心这边密切来这个沟通。指挥官好，这边是中国时报，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想要问一下说，我们之前有讨论那个扩大裁减那个高风险
职业的部分，这边有做进一步的讨论吗？还有哪些职业会被优先纳入？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居家检疫人数已经破4万了，那之前又发生蛮多民众居家检疫的民众外出被抓包的事情，然后还有人像昨天有人找朋友来家里开趴。那是想要问一下说，因为有台大医师施景忠，他是建议说，我们是不是要对接下来的入境者做强制的入住防疫旅馆相关措施呢？就是比照台上包机的方式这样子，谢谢。好，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对于这样子进来，我第一个还是要强调居家检疫或从国外回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可能性啦。或者我现在去留学，然后刚派到国外去，然后再回来，所以大家不要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对立。但是对于那种居家检疫又要拍拍照的，那当然就不对了。那昨天我也特别也想说，那这居家检疫又要开趴，那当然是更不对。那这些我们当然都会予以处分的哈。那至于在入境者是不是全部，好像有新加坡有这样做。就请就居家检疫的人全部都到检疫的旅馆去住。那我们现在倒还没有考虑到，但是我们现在刚才一开始有报告，我们跟交通部在谈，怎么样多设立这样的一个的检疫的旅馆，或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安心的这样的一个处所。那我们会用鼓励奖励的方式来说，那希望能够提供足额的这样的一个检疫的地方。那让整个的区隔更好。但有时候他在家里面，如果我们总不能假设这个人，除非他塑形不良，不过塑形不良我们都会弄俩起来嘛。剩下的不能假设说他一定会乱跑嘛。他家里就是明明就很方便，他又可以区隔得很好，那也没有必要说强迫他一定要到那边去。毕竟把它都集中起来，也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在说有可能会拍拍照，或想说我家里事实上不适合这样子，或很难做到这样的一个区隔的情况，那当然我们政府提供这样的一个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居住的环境的地方，那当然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现在倒还没有想说要强迫所有人都进到那个旅社里面去，但是我们要提供比较多的量，我们希望比较多的人来参加，让大家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选择。对，其实，应该是我们讨论过，本来是有列了好几个行业，比如说像警察，或者说消防员，等等，都有那个可能性，会接触到相关的检疫者或隔离者的人，或需要执行相关的勤务，可能会碰到不特定的人，这一方面。那这个我们那天跟医护跟长照，那最后我们是只有选择是在医护跟照顾者健康照顾者的这一块。那主要是因为这一块的人所照顾的人是相对的比较弱的人，而且相对他碰到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人也比较高。那警察那些没有放到里面去，是因为目前来讲，大家还是一致判定我们并没有社区传播的一个情形。所以他虽然碰到不特定的人多，可要碰到不特定有高风险的人相对少。所以还是维持一样的本来的，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就是一采阴，然后居家隔离，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但随着整个社会情况的变化，我们还是可能会扩大把相关会接触到不特定风险人，尽量把它纳到里面来。不过那次专家会议，大家觉得第一步，先把医护跟照顾者先纳到里面来，采用2采阴，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好意思，指挥官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那个之前日本有媒体记者跑来那个台湾的居家检疫所，然后把那个检疫所的14天生活写成日记，然后跟日本官方分享，但是他好像不是有必要性的来到台湾，然后只是纯粹想要体验台湾的那个检疫所生活。那个陈部长怎么看这件事情？但是很难。就这样讲，大家又不是很高兴，但记者就是很好奇嘛，总是要发现一些就是一些情况，他希望把这种真实的情况来做一个报道，所以可以想象到每一个行业有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像我们做，譬如我们有时候我自己当牙医师，
那嘴巴一打开来，我就很好奇，看看有没有假牙。同样，当然每一个行业的状况就不一样，所以他有那样的好奇，就不是说大量的进来讲，那做一个真实不扭曲的报道，我倒觉得还好了哈。您好，想请问一下，因为4月2号到5号是清明连假，但是今天上午交通部次长王国材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有指出说，目前仅有南港、台北等22个台铁的这个大站是用红外线来量体温，那么到5月1号才会实施台铁总共241个站都要量体温，原因是目前的额温枪还在采购中。但是据了解，因为3月4号经济部公告要禁止这个额温枪出口的时候，经济部有优先配发额温枪给各个政府机关，所以有要求各机关先盘点所需的额温枪数目。但是目前仍然发生台铁的车站额温枪不足的情况。那刚刚有说额温枪如果超过应该说额温超过37.5度，会劝导乘客回家休息。那但是在额温枪不足的情况下，要如何实施？那目前有没有需要说在确认各单位额温枪不足的情况，以及台铁的额温枪大概什么时候，是不是有可能提早补足以因应清明连假？谢谢。确实，因为台铁它的站位非常多，甚至有些站是无人管理了，所以目前能够做就是我们目前所掌握到的资源，我们在几个大站大概有配置红外线，或者是配置这个所谓额温枪了。那当然，如果物资能够到位的更早，我们当然会提早来布置。OK， 好，因为那个时间有限哈，我们是不是可以最后面再开放3位的媒体朋友来发问？好。没关系了，这无人站当然是没办法了哈。那这有人站一定规模的，我们来调度看看了，好不好？好。部长好 ，ETtoday 想要再追问一下包机的问题。对，就是想问一下，刚刚部长有提到说，我们每一班班机最多只有200人，所以2班只有400人，可我们现在登记已经有440人了。请问一下，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找那个上机的名单呢？那如果超过多少，我们会再加开飞机？这样的一个电子航机并没有设定说一定是这2班了，那当然要根据需要哈，那当然是有可能会再加开。好，不是加开了，就多一班来做这样的一个专门使用。好，它并没有，它是一个定期的一个航班嘛，那只是我们选择这样的航班，那不要跟其他旅客混在一起。好，那一定的防护，那会来做集中检疫。好，只是这样子而已。好。蒋万豪，华视提问是想要继续询问刚刚讲关于那个定点航班的部分，就是之前台商是有看到说航班的那个票价其实比平时还要贵了好几倍，然后这几天在看的时候呢，就没有再看到这些票价的价钱了，所以他们是想询问说这个票价是不是由政府统一管理呢？谢谢。华航的一个定价，华航的一个定价，这现在我们慢慢把它。转到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行为，一步一步的这样转过来，所以这个价格我们是不管理的了不好意思，联合报提问，这边想要就清明连假防疫再做一些提问，想要问说，因为清明连假其实返乡的人潮可能会比平时还要多，那从北部可能要回南部，我们如果用最快搭乘高铁，可能也都要差不多1小时，那台铁跟客运的车程可能就更久，那我们是否会建议就是说，即使他可能是没有症状、没有发病的一些民众，我们也会建议他全程佩戴口罩吗？那接下来是说，可能在这个连假的期间我们会针对国旅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观光景点去提出一些相对应的防疫的指引嘛。那接下来是说，因为刚才指挥官这边有提到，确实有这对 BBC 所报道入境台湾然后做这个居家检疫的英国情侣，那我们想要问一下说，这对英国情侣他是住在哪一个检疫所？谢。第一个我只能跟你讲，就是说这个检疫所这我们敢说台湾绝对没有亏待他们那有任何的需要透过代表处来跟我们讲，我们的我们愿意在国际的协助上面来帮他的忙。
好，那所以就这个事情就讲。那第二个，现在坐高铁哈，这样也属于比较一个长期的一个密闭的空间。那我还是建议在这情况下戴口罩会比较安心吧。我看起来好像在高铁那种台铁那种旅社里面，几乎大家都已经戴口罩了哈。不过你问我的话，我还是建议要戴。好，那刚才是问说另外什么防疫的？好，没有嘛哈？就这样的问题。好，我们就最后一位哈。我们过了，还有谁没？好了，最后一位，好来，最后一位就最后的，好了，来。谢谢部长，想要请教一下，刚才提到那个药物奎宁啊，听说它是治疗轻症者非常有用的药物，目前是有20个国家想跟台湾采购，想问一下有接获这样的通知吗？然后接下来会怎么处理？是不是又能体现出台湾 Can Help 的精神呢？然后另外是想要再问一下说，案例192。就是刚才说，就是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在批评他的这个发病时程的这一位192，他是在2月22号的时候有发病日，然后回国的之后是在3月23号才确诊，但他的亲姐姐是说，他2月22号的那一个是在美国检验出来是 B 型流感的症状，然后是当时彰化县政府是类似是误报了他的发病日，所以想问一下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是流感，但是通报说这是他的发病日，但如果他的体内确实同时存有流感跟新冠肺炎病毒是有可能的吗？那我们要怎么判定？然后第3个问题是想要问说，有一些留学生他现在是没有口罩，然后他是希望就是他的亲人能够来寄口罩，是希望政府可以开放报关寄口罩，想问一下指挥中心怎么回应？谢谢。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从境外移入的那一位的话，那好像他是提出证据来说，他的确是感染流感。那但是流感跟这个冠状病毒，这里面是不是有可能存在？那的确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种机会比较少一点，比较少看到一点。但是呢，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件事情如果它不是恶意的。我想我们社会不要这样子来苛责，我们觉得说用多体谅一点点的这种心态，他回来，我们相信他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几乎是没有症状，或者他觉得已经没事了，好，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我们应该都可以体谅。现在还是强调，就这一次这个病毒之所以让大家觉得为什么这欧美啦会这么的快，所以第一个是没有症状的情况，那到底传染力多强？那大家采用的一个筛检的战略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没有办法用这说流感阳性就把它都排除掉，以前我们把也是当做一个可能性，可后来发觉说，事实上也有并存的时候。或者他可能没有并存的时候，可是他交叉的时间可能很近，就不会说因为你不会得了流感之后，一开始假设是说这个症状你总是要找到一个源头嘛，那如果是流感，我们就看那就可能就把它诊断是流感，可是后来发觉说也有可能同时存在，那或者有时候就是说你现在得了流感之后，你并不会因为得了流感之后就有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冠状病毒的免疫力。所以他接下来可能又感染到，所以我记得好久以前大家一直在问，就是说，那就是说这种症状的起始日，或者是轻症，或那个症状，每一个人的那种字数都不太一样。有人看我的高山讲，有人看蛮陪一挂，爱的少，伊感觉那个少一个，定那有3回，有人小可少一个，感觉讲，迄阵我得安怎，而且这种字数其实也让我们这个判断上很困难。所以实际上为什么这个疫情会是在延烧，那大家在防堵上似乎都遇到一些瓶颈，也都是因为它实在是很狡猾嘛。那在口罩，院长已经讲过，我们现在还在尽量思考说怎么样能够提供在国外的同胞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口罩。但是基本的原则嘛，但是第一个我们第一层还是要国内能够去满足。那现在这量的生产的量我也讲过，越来越稳定了，整个生产量越来越稳定了。我们的国家队非常的努力，所以越来越稳定，所以那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然后现在在困难的地方是在技术性的问题，
在技术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运费上啦、运达啦、送达有一些地方的点也没有开，而且在送的时候又有它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在国人我们现在都是7天3片嘛，可是你一次好像寄一个3片，又好像那个成本又好像美工加一盒，那可是寄比较多片，大家又觉得说要想要我在国内我就这么几片，你在国外就比较好。那这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心里能够平衡，然后跟运费，现在在解决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不过大原则没有变。在国内供应量稳定，那我们会照顾我们在海外的国人，这个方向是没变。想问一下，那个国外有20国想采购台湾的原料药的奎宁这个部分。那个我刚才就讲过嘛，这第一个。这家公司已经承诺，这已经都讲好了，就是说先把国内的量留下来，然后第二，它有商业本来签好约的这些量，那我就讲就是说我们国家也想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分配权，但不会妨害它原来的商业的利益，但国家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分配，那运用这样的一个分配权，能够跟国外建立一些国际合作的关系。因为将来我们如果真的这个药是有效，那当然我们会对台湾会对世界贡献非常大。可是现在没有就很确切，有一个是初步的证据了，当然大家抱着一些期待。那当然我们有这药，那也许我们有什么缺的，那可以。那现在我们没有缺，现在有剩，我们可以来帮人家。可未来我们有缺，那人家也会帮我们的忙。那我们希望说，如果能够有余力的情况，能够建立一些合作、国际合作的关系，让台湾的能见度更好，对世界的贡献越大。就好像刚才有人在讲，就是说台湾 can help， 那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那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那谢谢大家。